主厨好时刻，阿龙哥，哎，什么好料理？给你准备是蓝带猪排。哇，蓝带呢？对，讲起了的食堂有当高级的。蓝带啊，还有个蓝带厨艺学院啊，一个学生研究出来，所以叫蓝带猪排。哦，蓝带一面出来流芳百世。係叫英文 Golden Blue， 嘅學校係安徽。哦，佢它是廚藝界的，可以數一數二的。哦，佢當有名，佢一學期哦，差唔多100-200萬。煮飯哦。哎，給你準備啊！俺先來處理了生菜，你要從你啊地頭啊，當簡單咯，你莫用錘刀啊。好，來教你哈，從兩樣嘢。先上燈一撒啊，從兩樣。先上燈一撒，唔當燈一兩樣。還是簡單吧。然後插過來，然後佢切細，你是最好。啊，切細。喂。然後讓它切細。好。好。然後變水不泥。哎，這火泡落去啊？哎，一般是做得嘞。一般做得好。一般我係留學煮安不呀。我切起油誒。油的哈。你有吃過日式炸豬排吧？哦，這個好。搞得好像瞬間唔是吃狗了。啊，我。好，我兩片。我來做豬排哈。我來切1指幅寬，啊，1指幅。1指幅寬。係。從兩一刀切落去。5個。一刀斷，一刀不斷，係嘛？哎。好，你從你啊。哎，你下做炸豬排。然後順條啊，還有筋，白色的筋啊，我們就要把它斷筋。哦。哎，你下摸。哦，你下揪它的。哎，你下是要用拍肉器。哦。就有2面。嘿，一面漂，哎。然後就把它斷筋的。哦，我看到人泡啊。你看咯，我哋係6樣趕時間咯，我係做得把它打成啊，變成多1倍。啊，我買雞排就按你買啦，係嘛？哎，我哋啊，你係做得打到透光，人家講的透光。咁不跳泡開？哎，好，你一下兩地，大概兩地咩？那唔會面嘅，唔係，有時候就破壞它的組織啊。哦，你等下剖皮而已，見皮而已，它不會變形，因為你已經把它斷筋了。哦。好，你下來聊來滷一下，用一點香油。滷豬肉然後塗一份米酒，係嘛？係嘛？要學到啊！我當場會拌，算了。酒，你來卡，啊，再來先拿甜油啊，吼。其實你出啦，磨難，可惜啦，就該磨背買正貴哦。因為藍帶啊，咁樣。哎，藍帶豬排啊，也當有名，藍帶雞排、豬排串起來就得咁做，用料醬。到冇？好，兩點要買冇？冇買哦。藍帶呢？哦，好高級哦。挺麻煩啊。好，你一下，按滷好咧。標一下啦，就講讓它甜水下。好。你暖讓它烤。暖好。啊，直接烤喺啲位就得咧。哦。一吐幾耐係嘛？係。黃皮嘅。好，咁就得咧。用料。先不用料。多唔多人啊？係。我用咧。多落嚟。先倒一半就得咧。好。好。等一下哦。你要拍那邊麵包粉。哦。
啊，你哈，猪肉排好嘞，等一下来莫表面啦，慢慢爆火。好，阿你啊，如何诶？猪肉排，先爆啊，哈姆，还因为本 cheese 啊，走出来因此先用 cheese， 不同的用 cheese 片呐，不同用 cheese 片，哎喏，有个甜丝，有人讲的他讲因啊，群欠，挑伤啊，俺没挑伤的人，我是很阔气。哦，用较好诶嘛，用啊豆豆啊，然后是的，来卷起来，用卷的，卷起来，把它卷起来，卷起来，卷起来，好，从爱用音，牙签，牙签，哦，固定哦，可爱的牙签。动这样去触到手，哦，固定。其实也不是固定。好，哦，青澎湃一件，没来溜来冇用啊。好，拿下面拉，拉，散盘，应该选面粉，脏乱脏样，有羊吗？错吗？我应该把它对调，你怎么地？没给，哎，不就底面一定不用来张底哦。哎，你还冇用，可以用个牙签哈。看有没有大过来买哦。山西啊，山西基本打开山西买。用牙球哦，含放片。看唔完哩，拎来拎去哈。哎，面包粉。你系盖暖哈，面包粉多的。哎，咸，你搞看看吗？有牙签没呢？好，从俩。好，我哋好。等下配母，啊，我哋用来泡。你温度啊？你不敢涂完啊？哦，你温度哦，做唔得调过吼，你温度差不多系150，150度是做得嘞。你讲面包粉哦，当便宜也系啊，你买东西买照棒买生，系个中的啊，提上面啦是调皂啊，你用果汁机啊，你来把它打。咱讲个油150度，你个火要控制啊。其实哦，我哋一火啊，家下差不多150度，cái 병下熱飲水入邊130度左右，因為你一見到動態見。你下병下去啊，溫度因為大概那個控制在150度，因為來找開下抬啲啲的，開下抬啲啲的。你冇開下抬啲啲的啊，你等下怎麼辦呢？雞吧不會上色，不會上色。好，要裏面先不用黑不會哈。好，我哋調差唔多咯。其實哦，唔是讓壓球子做得嘞。變坤的樣太坤。啊？執到啊？係。先再搖。你自己要從炸下呀。你隻面啲度，喺眼睇面喺度前炸龍蝦。好，所有嘅咁樣嘅醬菜啊，媽媽會用報紙包起來，塑膠袋搭起來，用冰箱啊，你可能唔記得係灶台啦，你只係用冰水，又係用冷水啊來浸一下，差唔多浸半點鐘1點鐘，它就活過來。哦，活過來。係，
绝招呢啊！安因美讲，看阿老哥做菜呢呐，他呢长知识啊。哎，帮我顾一下。哦。哎，来看佢嘅变化，其实係撩魚嘅飲水切啦，因為降6度。我準備嘛，唔是，唔是，爆點要來啦！哦，你啊溜嚟湯啊是豬肉，佢本身係酒氣，你啊 cheese 啊，你啊鋪血嘟嘟紅，半煙黑10度嘅時間啦，剛剛好，哦，在你的裙子中。爆漿，爆漿，爆炸，而且很燙。看到？喲，差唔多呢，就對啊，差唔多要撩起來啊，嗰個。哇哦！誒，有啲旋邊哈姆，張邊起司嘅，哦，看死。哦，誒，你去看看。按手。唔係。脆嘟嘟好，好食哦。很香啊。冇便宜。嚟啊，tomato醬。好哦。兩個先哦 ，OK，哦，黑胡椒粉。好來，呢是按基本嘅藍帶豬排。對哦，很熟悉哦。藍帶豬排，先將美生菜切細細後，浸冷水準備。將將豬肉切1公分盤，一度彈一度唔彈。稍等用肉錘將豬肉烤以後，用胡椒粉、米酒滷過。將將滷好的豬肉底部並滷肉絲、哈姆將捲起來。先揾麵粉，再揾卵，再揾麵包粉，落鑊炸到金黃色。炸好以後，切片擺盤，安尼好食的藍帶豬排就做好咧。